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昨才拄交保娘娘，在北检随伫昨暗来提起控告，包括郭文德、心庆经、应晓薇甲李文忠。即马高等法院表示已经开始咧处理啊，也毋过因为这资料有较侪，所以今仔日是无一定会有结果。另外呢是风声这民众党有意思要互黄珊珊来复权，前秘书长谢立功是表示讲这代志有影是真大条，必须要有法官通去参考。公布了后，隔日，民众党主席郭文泰佫行出门卡口，面对媒体提问，敢若苦笑回应，马上赶去律师事务所。这什么题目？睡好吃饱。郭文泰等被告全部得到交保，北检不服结果，伫法院裁定了几点钟，差不多27暗时9点外，真紧提起控告，包含郭文泰为政集团主席沈庆经、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甲郭文泰竞总前财务长李文忠。就前台北市副市长潘建清无被提控告，高院表示已经开始阅卷，不过因为案卷量较侪，无一定第2备有结果。不过司法攻防还未结束，即马民众党内各风波。似乎有一股力量想要推动黄珊珊复权的事情。那如果中央委员会跟中评会要做出这么样大的一个转变，其实这个在外界来看的话，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。民进党前秘书长谢立功表示，红城党内有人要争取中央委员，想要推动民进党立委黄珊珊搁复权，一直讲这代志真重大，爱护法官意见。不过为当中来看，无相关的规定。共党的中央委员江浩书反驳，黄珊珊无申诉，各共党内免个分裂。中评委的裁示就是确定了。他也没有申诉呢，黄珊珊没有申诉呢。但是你用这种的主张，我说实在的，我们不可能再分裂了。第一个，我没有听过这样的消息啦。如果选出新的中央委员要来操作这件事情，我想不晓得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但是我觉得都要顾及到党内的团结跟和谐。面对党内风波，民进党政治会蔡壁如表示，有听到相关的消息，将对检方提起控告，也敢讲尊重。不过，即马郭文泰交保了后，民进党的未来情势拢受到外界高度的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